今早我哋喺巴音布魯克嘅 C 酒店食早餐。呢個酒店嘅早餐犀利啦，最少有20盤食物供應俾我哋，而且好多呢係唔辣嘅，啱晒廣東人嘅口味。呢一堆就係油罩嘢，呢一堆就係饅頭、包包。我哋由 C 酒店去到那拉提應該係2個鐘頭到嘅啫。點知導遊話由酒店去到那拉提只有一條路，因為琴晚落雪，道路呢因為安全理由封閉，要等到解封。咁佢已經聯絡當局，下晝睇睇呢路面情況，叫大家返房休息。你可以洗衫，然後喺度食午餐，公司會解決。你哋耐心等待，最緊要安全。喺冰封嘅路行呢，係非常之危險。收到。到晏晝12點半，我哋喺酒店食午餐，好唔好餸呢？喺危急情況之下，有2圍台，有咁靚蝦食，好好㗎啦。食完晏晝2點鐘，我哋離開酒店去那拉提啦。呢度嘅路面好正常，因為琴晚冇落雪，只係見到遠處個雪山啫。而家我哋見到啲雪山呢，越整越多啦。而家啲雪呢開始勁啦，唔怪得琴晚要封路啦。呢度有啲好似蒙古包咁樣嘅嘢，我睇好凍㗎。我哋已經到咗巴音布魯克啦。時間冇多，我哋冇喺呢度停車，直去那拉提啦。哇，咁鬼多雪啊！我哋20個團友坐喺5架7個座位車度，頭尾有2個導遊壓住，浩浩蕩蕩，認真威風啊！你睇下1號、2號、3號、4號、5號車，係咪好醒呢？嚟到呢度呢，開始大霧啦，個意境認真靚。佢轉頭封翻啦，佢話。哦。因為佢啱啱倒啲溶雪劑啊。哦。佢唔係倒啲鹽啊？鹽啊，溶雪劑類似嗰啲嘢咧。哦。唔見佢鏟雪嘅。蒙晒啦！之前架車過咗啦，應該。哦。有。你睇下呢度嘅雪景幾靚。呢度啲樹青綠色，尖頂，十足十聖誕節攞嚟做聖誕裝飾嗰啲樹。好啦，好快呢，我哋就到那拉提啦。3點鐘，我哋嚟到花海那拉提啦。我哋嚟呢度，除咗入去洗手間之外呢，就係換翻嗰個大巴士，唔再坐呢個7座位啦。我哋坐翻架大巴士，去到冇幾遠。那拉提主要嘅景點啦，你睇而家個地下係乾嘅，冇落雨，天就陰陰地，然後後邊嗰度呢有啲烏雲滿布。原來呢個商場呢都幾大㗎噃，我哋而家嘅目標呢就係去空中草原啦。而家個導遊同我哋去買入場券，奇怪啦，咁少遊客嘅。可惜山上面呢落緊雹喎，咁上山嘅巴士呢隨時會停航嘅。因為取票冇問題，攞咗出嚟都冇問題，但係檢咗票入咗去之後呢，我哋係退唔到㗎啦呢個票。所以呢樣嘢首先係要大家去告知一
樣嘢，呢個咁嘅問題先。落嚟就可以落嚟嘅，冇巴音咁誇張啊！佢落嚟就可以落嚟嘅，遠區嘅真係可以落。天氣變化可能性仲有咩其他嘅可能性咧？冇啊，就係我有冇講得婉轉咧？嚇直接啲啊！即係話如果咁而家嘅決定呢，就係推票去另外一個景點啦。幾個字前呢個地下係乾嘅，而家呢濕立立落緊雨，而且呢係幾大添噃。嗰個環島，如果我哋上到一半咁，突然間大雨，真係唔想唔到啦。我哋坐翻架大巴士，唔使10分鐘，喳一聲就嚟到呢個1萬個農民合作創造嘅花海馬拉堤啦。而家嘅時間係3點搭9，我哋呢有2個鐘頭嚟參觀呢一間公園啦。呢度嘅面積呢有2020畝地，所以呢係相當大嘅。翻嚟，右手邊嘅花好睇啲啊！面對住呢邊右手邊啊！導遊話右手邊啲花好睇，我哋花咗最短嘅時間睇咗左手邊啲花先。喺左手邊呢度呢，有一片好大片單一色嘅植物喺度，紫色嘅，然後中間有個蒙古包咁嘅物體。呢個包包裏頭有乜嘢呢？我就唔知啦。咁大嘅面積得2個遊客，而家呢係9月中，應該係旺季嚟嘅喎。點解咁少遊客嘅呢？呢條通道嘅顏色認真鮮豔，如果今日太陽係燦爛嘅呢，哇，梗係靚到七彩啦！我哋而家喺右手邊靚啲嘅嗰一區啦。呢度又有好大片紫色嘅植物，我以為呢度就係天山花海嘅薰衣草，原來唔係。我哋而家眼見嘅呢叫做馬鞭草，同薰衣草呢係不同嘅。我哋5個團友都中意喺呢一區影相噃。其實呢一個花海呢分3個區，就係中藥區、水果區同埋花草區。我哋嘅時間呢只可以睇花草區呢一度嘅啫。我有花一朵，種在我心中，含苞待放一悠悠，朝朝與暮暮，我切切地等候，有心的人來入夢。女人花搖曳在紅塵中，女人花隨風輕輕擺動，只盼望有一雙溫柔手能撫慰我內心的悸。呢個花槽應該好靚噶啦。如果吉他上面嗰啲花換咗新鮮燦爛嘅呢，好多人喺度影相噶啦。我有花一朵，花香滿枝頭，誰來真心去放縱？花開不多時，看着只許着，女人如花花似夢。
花一朵，长在我心中，真情真爱无人懂。遍地的野草已缠满了山坡，孤芳自赏最心痛。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，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，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。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，女人花随風輕輕擺動。5點答2，我見到人哋喺度飛無人機，哇！我擒青去攞翻我自己嗰隻嚟飛。原來 Elvis 又係玩無人機嘅，咁啊多得佢指導我點樣飛啦。那夜的雨也沒能留住你，山谷的風它陪着我哭泣，你的駝鈴聲仿佛還在我耳邊響起，告訴我你曾來過這裡。我釀的酒喝不醉我自己，你唱的歌卻讓我一醉不起。我願意陪你翻過雪山，穿越戈壁，可你從此耳邊還斷絕了所有的消息。心上人，我在可可托海等你。他們說你嫁到了伊犁，是不是因為那裡有美麗的拿鐵，還是那裡的杏花才能釀出你要的甜蜜？氈房外又有駝鈴聲聲響起，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，再沒人能唱出像你那